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我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，现在一个老早6点半要出门去买月子餐了，全部都是素菜，暂时镜子还不能吃荤的。而且月嫂说早上就要吃素菜，菜单已经写给我了，赶紧去菜场看一看吧。还飘着小雨呢，这几天天天下雨。现在我们小区里新开了一个超市，方便很多。我很少去菜场买菜，菜场里的菜真的太贵了。当然也有可能他们看我年纪轻要宰我一刀。小菜场离这里大概就300米，里面的洋葱4块5一斤，但是这里超市呢，有时候就9毛一斤，价格相差太大。自从我们1村开了这个生鲜超市，2村我就不怎么去了。之前1村就吃亏在没有超市，超市也开得早，早上6点半就营业了。胡萝卜、花菜，切开啊！好，谢谢。买了7种菜，就花了10几块钱。实话实说，就是比小菜场便宜很多很多。可惜的是，就是这个超市里没有卖鱼啊、黄鳝之类的，就水产品没有。本来的话，小菜场我可以彻底不去了。看看小甜甜喝奶，今天1瓶都是母乳，没有用奶粉。太多了。镜子买吸奶器还是有用的。这个月嫂说带1个小孩真的是太轻松了，因为她是专门做多胞胎的。上一单是3胞胎，2个女孩1个男孩，26天就是3万块。月嫂说她上一单带了4个半月，你们可以算算，这个收入还是颇丰。所以现在做月嫂的人也挺多的。而且月嫂有一个好处啊，只有女的能做，男的做不了，所以这个竞争肯定也小很多。而且月嫂也跟我说了很多他们这行的秘密，私下接的比较好，因为你平台上接，你们知道月嫂做有的平台上一单要提成多少吗？就说1个小孩提成3000，就单位要扣掉3000。你们如果平台上报的16800的，那么月嫂到手只有13800。而且月嫂说扣掉的3000就相当于只是中介费，那个公司也不会给你交社保，什么都没有的。那么之前3胞胎那个就是平台上找的，他到手其实只有2万1一个月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私单也是有风险的，有些素质不太好的月嫂可能收了定金跑掉了，这种都有的。走平台虽然贵，但是它是有保障的。今天的月子餐准备好了，看看吃些啥。基本全是素的，少油少盐少糖，一半都光盘了，剩下的餐晚上吃。现在去看看 Happy， 挺想他的，就在我家隔壁邻居家里快活的生活着。Happy， 你想不想我呀？想死你了，Happy， 回来就好，过些日子接你回去。哎呀，都喜欢。元宝过来，乖。之前跑掉我是担心的不得了，待会找回来了。Happy， 你不可以凶小狗的。这个小狗吓得躲到我这儿来了。知道为什么 Happy 这么凶吗？因为房间里有一只炸毛的猫。